本分局辖区草屯镇中心路及中山街口14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两车行经闪光号志路口不慎碰撞，其中一部自小客车翻覆，一对夫妻及幼儿受困车内，在路人协助下脱困，连同一部自小客货车驾驶共4人送医后均无大碍。草屯分局呼吁民众举家外出出游，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及号志指示，行经路口谨记减速，并依号志标志标线指示减速或停让，以维护交通安全。平安过新年。